年輕人創造夢想好緊要，我希望行業能夠打破一啲固有嘅框架，令更加多想入行嘅新力軍有發揮所長嘅機會。我係孫緊耀阿 Keith，我係一個註冊嘅土木工程師，從事咗香港唔同嘅基建項目10幾年。今日我已經有一間屬於自己嘅 BIM 公司。我公司最主要向唔同嘅基建項目提供 BIM 同埋數碼策略嘅服務嘅，希望每個項目都可以好好咁樣規劃自己嘅將來。過去幾年我大幅度參與北部都會區嘅基建項目，尤其是喺河套項目對 BIM 嘅應用。我曾經多次獲得海外嘅獎項啦，亦都經常參與一啲國際嘅研討會，希望借鑑呢啲環球最新嘅技術，將佢哋帶翻嚟香港呢個基建咁蓬勃嘅城市。我亦都希望將呢啲嘅經驗帶到去一啲發展中甚至乎未發展嘅國家，例如菲律賓、秘魯、所羅門群島等等。希望借助 BIM 幫助佢哋嘅國家發展得更加快。建造業傳統上都係以男性為主，比較少女性入行。但係數碼化嘅革命就突破咗呢啲傳統，好多女性嘅特質好適合數碼化嘅崗位，例如 BIM 嘅 modeler 啦、航拍師等等。經過一啲慈善工作嘅交流，認識到青躍呢個關注年輕女性以及單親媽媽嘅慈善團體，我好希望透過製造就業機會，令呢啲家庭有一份穩定嘅收入。更加重要嘅係令佢哋嘅小朋友喺一個健康同埋有希望嘅環境長大。我好希望提升數碼建築嘅專業水平，再輸出去其他嘅國家，令到唔同地方嘅天然資源、人力資源可以更加妥善咁樣運用。